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那么这2天，大家呢伫媒体上看到中国大赛在法国上了电视发言，先莫讲对着咱台湾讲天讲地，但是讲到别人的事道，讲是啥物呢？中国大赛发言电视台。 讲天讲地，讲人国家无主权，管烫海。今一个法国、欧洲就闹下海，但是法国、欧洲对着咱，敢有真心的对待？今仔日好好来请教大赛甲专家学者，通好甲心头掠好在。首先，咱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淡江大学。 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张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正大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外交学系教授连丰仪连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真无简单，会当邀请到线顶咱台湾驻法国的代表，咱的大使吴志忠吴大使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呢？ 咱要来互观众朋友先来了解，到底中国驻法国的大赛，还是算作是这个咱吴志忠吴大赛对手吼？罗沙亚，伊在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到啥物？当然，伊会讲到台湾人的运命是中国人来决定，但是呢，引起了争议之外，佫有讲到讲苏联解体了后，独立的14个国家是无主权地位，互欧美国家来批评讲。 恁中国哦是安怎来派这个大赛？但是中国的大赛馆甲中国的外交部都赶紧讲，伊讲的这个言论是伊个人的观点，而且法国的总统马克宏伊嘛批评讲，你这个大赛呢言论无妥当，嘛有80个欧洲的议员的联署要求要个罗沙亚嘛赶出境。 针对中国驻法国大使罗沙亚讲前苏联国家无主权国家地位的言论，法国总统马克宏二是伫比利时出席会议期间，批评罗沙亚言论真无适当。佮讲伊所讲的这个国家，包括乌克兰在内领土，绝对无容允侵犯。Nous sommes aux côtés de nos amis européens et alliés qui ont eu un passé si douloureux au XXe siècle comme au XIXe siècle et qui aujourd'hui sont des États souverains dont les frontières sont intangibles. 那是马克宏罗沙亚言论二是嘛引起欧盟真侪外长的批评。I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We are denouncing such a statement, and I hope that the bosses of this ambassador will make things straight. We are not post-Soviet countries. We were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illegally occupied by Soviet Union. 中国驻法国大使罗沙亚日夜接受法国媒体访问的时阵讲，克里米亚历史上是俄国的一部分，也讲这个前苏联国家无有效的地位，无国际协议会当讲出因有主权国家的地位。这个讲法虽引起真侪议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日时也发表声明驳回，讲这是罗沙亚个人的看法。中国外交部第日时原来否认罗沙亚伊的谈话。 苏联解体后，中国是最早同有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中方尊重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 波罗的海三国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已经叫中国驻当地代表要求说明罗沙亚的言论。23有将近80个欧洲议员伫法国的世界报发表公开批，呼吁法国外交部应该对罗沙亚的言论采取行动，应该赶紧宣布驱逐罗沙亚。不过，欧盟外交政策加安全高级代表波瑞尔日时表示，已经注意到北京加罗沙亚的讲法做切割，算是有得到中国官方的具体答案。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那么首先呢，咱要来连线吼，甲是法国的咱的大赛吼，请大赛吼第一手来甲咱做这个观察吼，到底中国的这个大赛去到遐所引起的这个代志吼，咱当然咱国内透过这个报道，咱拢知影讲哦，真侪人去骂安怎，但是事实上吼，法国政府当局对着这个大赛。 伊自来伊的态度是安怎如此？因为我看这个整个这个电视的报道内面哦，其实这个主持人是真有礼貌吼，互讲也互伊讲，但是呢，
伊个回回答的时阵吼，其实是真无客气吼，真咱咧讲咧建龙外交吼，即代表性的5000级的吼，即罗沙亚，请即个代表吼先甲咱介绍讲，即个大赛伊到底是伫中国，伊即个地位，还是讲伫法国人的即个心目中，大概即个概念是啥物？我想啦吼，这卢沙野大使吼，伊所讲出来，其实就是代表相当程度就是中国的想法啦。哦，因为这卢大使吼，罗大使伊有讲过嘛，伊讲其实伊并毋是讲真在乎法国人安怎看伊，吼啊，伊的讲法常常是咧反映，伊是讲互伊中国国内观众听的，吼，所以是伊讲话真出名的一句话，吼，所以伊是中国的外交官，但是伊感觉伊吼要讲的对象常常爱互伊家己的中国的人民知。啊，这就是一般来讲，这是这种独裁国家像中国因的问题，所以就是讲卢大使即摆伫遮当然伊的言论做者法国人讲，恁会使来讲，伊就不符合国际礼仪，但是问题对这种独裁国家伊的选票而且即摆中国即摆想要做世界第一强的国家嘛其实。毋是遐在乎其他国家的感觉，伊会当伊会当应该讲主宰全世界，伊目前是上重要的。所以，阮伫遮的观察就是讲，卢大使就是平常就是安尼讲话，甲中国的想法嘛，互你法国人知，即摆就要甲法国、甲欧洲讲，阮即摆就是大国你安怎反应是恁的代志反正阮就是安尼，我嘛无必要对恁做出退让所以这是真大的问题，就是讲中国即摆有一个真强的意愿，想要改变世界的秩序即摆就是讲规则毋是恁西方咧制定的。过去虽然有联合国制定的一个规矩但是阮即摆中国阮强阮要改变即个规则阮要主宰这个世界，所以即摆遇到真大的问题是伫遮。中国的价值各含世界做一国家无同款的，中国感觉伊爱独裁这卢沙野大使做者访问就讲阮就是安尼，阮中国就是安尼阮几千年来拢是安尼阮想要即下就爱对恁安尼爱让所以即摆这真大问题就是两个无共款的价值后面咧冲突所以咱伫遮就看到真精彩这西方的外交的想法，西方的社会。的想法含中国的外交做外交的方法，中国的价值是无共款的。是，但是另外这继续我问你就是讲，伊安尼表达，但是法国人咱也知影，法国人其实对着家己因的国家这个民族因的独立思考真强调这件代志，包括国家的这个外交路线也好。国家政策的发展，因真强调讲，我就是甲你英国无共款，我嘛甲你欧洲其他国家无共款。所以呢，相当性来讲比较性来讲，因较尊重着多元文化。但是拄着中国这种多元文化、这种价值的时阵，因是安怎来看？尤其大赛你也上电视表达讲，其实嘛有一种甲因讲共款话的人。甲因就无共款价值，但是你安怎来看这项代志？因法国人是安怎来看待讲？也有这种台湾这个国家这种人共款，安怎拢无共款？当然，这就是咱台湾的价值嘛即摆先讲你头仔讲的所以法国人会本来就是真尊重中国的想法就是讲。因对法国来讲，因嘛无爱美国安尼决定所有代志，所以伫过去几年前法国嘛是感觉就是讲，伊含中国是战略伙伴的关系，所以法国含中国的关系是真好呢。咱莫袂记这样代志。所以最近是因为中国因为愈来愈迄个，咱讲就是讲迄个侵略性愈来愈强，嘛想要改变世界的规则，所以法国有点受不了所以即马才有寡冲突出来。
啊，对于法国来讲，虽然讲伊尊重中国有无共款的想法，但是伊嘛是足尊重，就是啊，因有一个理想，就是世界普世价值，啊，普世价值的民主，的自由，这方面呢，啊，透明化，啊，这是法国家己感觉来讲，伊是人权的上早期来讲的国家，所以人权的价值对法国嘛真重要。啊，当然，伊就看到中国本来这人权这不遐重视，啊，即摆佮看到台湾讲，像你头仔讲的，就是讲共款的话，但是含人权既然会当安尼甲什么人权、经济啊甲政治拢创遐好，所以台湾的代表另外一种可能性，啊，这是其实对法国对欧洲是最重要的，所以咱即摆有真重要一个战略价值，就是华人社会买单含民主安尼结合做伙啊表现做好诶，其实表现真很实在的例子啊，就是咱 COVID-19 其实规个西方都讲台湾遐厉害，迄啥物公共卫生会当做遐好，结果咱顾一个蔡英文查某人的总统，共款女性的总统，讲咱竟然比法国人更较厉害，更加选一个女性的总统出来，结果咱可以当做出迄半导体，这其拢做袂出来，叫台湾做会出来，所以咱着真成功的表现出，就是讲华人社会含民主自由是会当做伙做伙，尤其看到含中国人讨厌咱的，就是安怎？咱是习近平要证明的所有的反面，习近平来弄偌济个讲，敢若因共产制度是上好的，结果发现，安怎有另外一个华人社会咱的啥物，咱各方面的表现拢比因较好，这表示讲你讲的唔对啊，唔是敢若共产制度啊，所以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即摆这种的战略价值是对咱台湾足重要，咱台湾名声就一直去所以即摆就讲你伫法国你若讲要捍卫台湾实在是足简单的一样代志因为咱政府咱人民表现实在是太好。是啊，大师，我小等下过来请教你关于着你在法国所做的工课，乃至到讲法国的国家政策咱就知影法国过去有一个种种就是戴高乐戴高乐主义实际上对着中国的，你头下讲，其实法国甲中国的关系是真好也战略的这个伙伴斗阵行了真久咱小等下过来请教着大师，我来请教着现场的这个老师张老师，咱就知影法国的这个头仔大师也讲其实法国甲中国的关系是真好虽然也经过了这个风波我来定义讲这个风波啦。虽然这罗沙亚这个真讲啊刺激个，但是这个风波若过去了，夫妇的生理也照做，殊荣感伤斗阵来。到底法国伊头壳内面咧想啥物？爱讲互观众朋友来知无咱应该爱讲一个事实，互观众朋友来理解整个世界是安怎来对待咱台湾。是。中国甲法国关系最近是往好的方向伫发展那前几天迄个马克龙去北京，甲习近平讲了总欢喜。习近平用上大的酷势来接待伊是三军啦、教育啦、礼炮啦，该有的拢有啦，互伊做车下来这主要就是讲买这马克龙的心咱伫法国政治来看，就是讲。伫外交甲国防甲军事这种方面是总统的权利外交总统的权利，所以即习近平伫第三连任的时阵，伊看到一点讲，中国要甲欧洲去恢复关系较紧的甲2020年12月30号签订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即摆卡伫欧洲议会嘛，希望这个经济合约会当经过通过咱双边来做贸易来趁钱安尼，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讲，这马克龙去北京这条路，拍了关系，那习近平也足重视法国的。不过这个时阵，卢沙野讲这些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多的问号啦。我看袂清楚讲，即摆习近平是要拍一个安全牌，要甲欧洲要恢复关系。不过卢沙野讲这个话互我详细去看伊迄天的访问的内容主要是讲伊讲迄个记者提出一个毛泽东的议题啦。是
毛泽东讲台西几啊百万人，这点达得也理智线了啊，因为伊这是毛泽东是中国大陆的新主牌啊，所以伊是怕袂讲这个话是讲你无读过册，是讲互中国大陆的民主主义的分子听啦，而且伊第二点讲的中东欧国家伊没有主权地位，这点我的想法是讲，伊即马是顺应的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是亲俄罗斯的嘛，3月份的。要顺续讲乌克兰，你若无主权地位，主权地位啦，你的克里米亚是以前是俄罗斯的苏联的嘛，就是这就互普丁甲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给合理化，恁这以前伫苏联时代拢是这个苏联大家庭一份子，你现在出去是无应该的这个方面，所以西倒来是讲，卢沙的讲这个话就是呼应这个习近平伊的一寡对俄罗斯的政策啦，甲伊的民主主义分子。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反正你甲阮老大的来讲甲会春车，我讲甲较超过嘛袂要紧啦。是啊，伊就是讲代打，伊即摆就是讲习近平唔敢讲的话，中国外交部袂晓讲话，伊伫遐法国伊来讲，即摆这个反应来讲，咱即摆来看就讲，头拄仔咱伫镜头嘛放送一个画面，就是讲80个欧洲议会议员去抗议，希望佮驱逐出境这一点，这我是感觉是这个是有一点无可能啦。第一就是讲，欧洲议会伊是705人其中的80个，甲11%外尔不是多数的意见而且后面是一个国际组织，这个后面是这法国啊，这主管国家开的国际组织，伊哪有可能回头讲来对这主权国家来指指点点来命令伊讲你去爱甲驱逐出境，所以这个是有点干涉内政的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说，在实务上面是不太可行的。无啥有可能啦。对吧？但是欧洲议会是民主的代表，伊看了这不公不义的代志啦，伊是拢打镜头来做大家看所以这点是安尼啦。是，即我们请教的院长咱咧看主要要有观众朋友一个理解。虽然国际上对咱台湾愈来愈优先，但是伊嘛一方面嘛会相信讲要甲中国来做生意，才是硬道理。因为伊要生意，真侪生意拢已经投落税落去啊。在法国来讲，伊拍的算盘是毋是安尼？还是讲，法国应该是自由博爱、人权这种物件来优先，还是讲我他所讲的这个戴高乐主义，院长安怎看？我想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北京嘛，我想伊头个你爱对伊讲的话一点一点来看。伊第一个先讲伊的传统，就是战后的传统，就是较早主持人讲的戴高乐主义啦，战略自主、战略自主的这个观念嘛。我无要缀你美国人行。对，就这个战略自主上重要，就是伫咧冷战的时阵，伫咧美国甲苏联对抗上激烈的时阵，尤其是欧洲，伊就变成爱陪葬啦，就爱较主要美国甲苏联发生啥物代志，尤其是发生战争的话，小剪先别现在还希望搞这一天。对啊，欧洲是前线，所以变成讲法国伊就跳出来讲这基本上这个欧洲尤其是法国绝对唔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骹步啦。所以你美国甲苏联，你要安怎去这个对抗恁的代志我上无我先跳出来所以伊即摆去北京的时阵，伊嘛是安尼讲，所以理论上对伊的想法内底，就是讲我法国先莫去对这个美国尤其是伊嘛讲伊就讲这个台海这个问题可能离欧洲离法国较远啦，因为现主时在伊的隔壁的乌克兰，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欧洲会使厝也被拍花咧。对，伊会使扮演的角度，尤其是法国会使扮演的角度，根本都足少的嘛。所以伊要安怎有迄个立场，会使来万一台湾台海发生代志的时阵，伊哪有可能来这个参加？伊先甲这个点破了，当然，甲咱主持人讲伊今仔去，你看伊规个这个行程内底上好的应该就是商业利益嘛。
伊得了上济嘛，好的这部分。所以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来讲，我想伊管较多霍昌老师讲的吼，国防外交，但是一个国家伊要有国防外交，伊个国家要用，我想伊个经济是最重要的，爱趁钱，这应该是最重要啊。尤其伊法国即摆目前面对着伊要做真大的改革，内底抗议的声浪足大的，所以伊的政府问题拄着一寡问题，所以伊即届去北京，既然决定去访问，绝对要成功，一定要摕一寡物件转去法国，上无会使互一寡人。你讲其他的迄个工作的百姓，无法度接受，上无企业界，即个所谓的商界爱支持伊法国政府，无伊啊，商界无支持伊，一般的老百姓也无支持伊，蓝领的不支持，白领的也不支持。我看这伊的政府的就不一样，所以伊上无爱先掠着白领的，就是即个小可伫个即个企业界的即个部分。所以我想伊是一种选择啦。第二，我相信伊马克宏这种政治人物啦，我无认为伊对伊讲出来的话，伊也无了解即个严重性。但是伊也是讲啊，所以你就要了解。伊挑伫讲。伊讲出来代表是一部分，但是这个一部分是偌大部分，这就是咱爱搁较深入去了解。就是讲，伊代表这个欧盟，吼，即个欧洲的一部分。啊，伊敢安尼讲，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袂细。所以咱做台湾来讲，应该是上重爱了解讲，伊代表的到底迄个部分是偌大，这对咱应该是会较好。是，即我来请教着第一线吼，咱的大赛吼，咱的代表。他拄仔你有听到咱两位老师所讲的吼，到底即个法国吼，伊是对着中国的政策，他拄仔大赛你也讲，甲中国的生理关系是真麻吼。咱如何要对家，要来切入，互伊在咱国甲中国的竞争当中吼，咱会当取得某一种程度的胜利啊。咱免讲啥物一定爱赢伊赢舔舔，但是上无吼在。经济关系，还是在国际上的尊重，还是啥物？有啥物路径？有啥物途径？有通来做这项工课？国内会当做啥物？啊，恁前线会当创啥物？我想要搁倒来讲讲代志，就是讲吼，世界吼都200个国家啦。你若真正经济这方面吼，就经济吼决定吼，就是讲即个理论啦吼，讲敢若一切拢看经济吼。那这个国家对世界，伊无感觉有一个想法吼，未来安怎吼，这会当成立啦。所以咱的邦交国啊，以前吼，啊，过较细国家，拢较是属于即种的，吼，你用经济当决定一切啦。吼，但是你若咧看法国、美国、哦、英国、哦、德国、哦、日本，甚至中国嘛共款，哦、苏联、哦、俄国。这种其实就敢若经济当决定啊，哦，经济是一部分，当然真重要，但是你要有面对未来的看法，哦，啊，你若讲真正经济决定一切吼，其实迄阵美国嘛免去阿富汗啊，哦，做者国家也无一定讲遐济经济利益嘛，所以还有地缘政治的利益伫遐，啊，尤其法国伊嘛家讲伊是一个印太哦的国家，所以我是感觉就是讲吼。这个比重吼，咱嘛爱看者，当然经济嘛是真重要，所以马克宏即届来当然嘛是要做生意，这是无错啦吼。哦，啊，但是毋是干那这尔，所以我感觉这是我伫前线吼观察的一点真重要一个代志吼。所以这想要讲就是讲马克宏即句话哦讲出来了，哦，结果咱嘛要知影吼，就是讲伊的外交部长随伫。伫迄啥物？伫咧来咱亚洲嘛，虽讲吼，佮徛伫因的战舰吼，因的战舰顶管讲，其实法国吼对台湾海峡的政策拢无改变吼，是主张吼现状的维持。哦，那迄个马克宏离开了吼，其实因的战舰吼嘛，随通过迄个台湾海峡。哦啊，法国的军事的将领就讲。法国是欧盟欧盟内面唯一真正有军队伫咱亚太这位有印太这位遮啊个认真在执行自由航行的所以你这是足侪层面的在看待法国和
中国的关系。啊，讲到这吼，咱的机会伫对吼，我头拄其实开始就讲啊，足清楚的，讲咱台湾吼，其实即马像讲咱台湾，讲实在，你面对中国，嘛毋是讲一个真大的国家，但是台湾吼，你若放伫软化，当然咱真细，但放伫世界，咱就开始有咱的价值出来啊。哦，你经济咱是世界200个国家内面第20个强权，吼，军事嘛差不多20名，啊，若讲迄啥物民主。咱甚至比法国较好呢，咱世界排名第8位呢。啊，你若讲商业大国，咱是世界第14个呢。你知我毋知偌济人知，若讲对美国来讲，你看咱偌重要，咱是美国吼世界第8大的商业贸易伙伴呢。第7大是英国，咱和英国差不多呢。你想看觅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偌深，英国是偌济人，结果咱和英国的地位差不多，法国毋达第17个、18个尔。所以，若甲台湾放伫世界，咱就比较足大个，啊，伊个价值就出来啊。吼，啊，我头仔讲的就讲，咱即摆吼，哦，因为中国即摆想要改变世界的秩序，吼，啊，中国愈来愈具侵略性，尤其习近平来了，中国的形象愈来愈歹，吼，因为新疆，因为西藏，哦，尤其最近伊讲哦，咱若讲无共款，现在就要甲伊摧毁，像香港的民主，嘛去哦。中国摧毁，这个代志其实对法国、对欧洲的真大的冲击啦，吼，大家拢惊一条讲哦，啊你这个大国讲话嘛拢无算话，你讲50年拢袂变，你啊不到25年就变啦。所以大家对中国的看法，过去感觉就是讲吼，啊你可能敢若和咱无啥共款，咱有强强的未来，即摆这强强未来可能无啥存在啊。啊，即摆就是讲啊，台湾是啥？台湾就讲，你中国对你，吼，你即摆安尼表现起来是互我足失望的。结果发现，佫有一个讲共款语言的，吼，一个国家，吼，含个民主做伙，所以咱的价值一直出来啊，吼，所以我感觉就是讲爱为这边去看，毋是敢若逐工敢若比较经济，你若甲我比较经济吼的力量吼，讲实在，啊表示讲世界敢若会使有美国，吼，啊敢若会使有中国，吼，啊连法国都袂使存在啊，敢若钱济就好啊嘛。啊，世界有200个国家，拢有家己诶本事，家己诶价值去啊生存落。所以咱吼，其实嘛卖袂记哩吼，经济咱已经袂歹啊。我头讲，咱世界第20大吼，其实事实上是全世界前1/10的强权，经济袂歹。咱各位遐巧，你看连半导体就敢若咱台湾晓做尔，咱有足侪这方面咱是无输人啊，吼，啊，佫是咱是政治、伫地缘政治，吼，安尼甚至对人类未来。哦，台湾上伫遮讲就是讲吼，其实欧洲即摆民主嘛有寡问题，吼，啊，但咱台湾民主看起来，吼，我想讲啊，伫咧看伊安吵吵闹闹，但是伫街头上，啊，咱就拢真安全啊，无啥物代志啊，你有啥物意见无共款，迄若无共款，无来政论节目嘛，安尼小骂一下，总是比吼欧洲足侪人吼，伫街头示威吼，啊拍甲吼，安尼加好偌济。我甘愿吼，叫我的吼，我选出来立委吼，啊去国会安尼拍的吼，总是比街头上吼安尼吼，安尼逐工在拍催泪弹较好。所以咱台湾嘛行出咱家己属于咱家己民主的模式，哦啊，这是大家看伫眼来是讲哦，恁台湾真正袂歹。所以我即摆就讲，咱台湾要有一个自信吼，啊你含人比较起来，即个吼表现出来吼，即个形象做好，啊去含法国去发展关系，我感觉吼，真正吼，咱的未来是做光明关的。啊，大师，我对问一个问题吼，即马整个在法国的这个亲中国派，因为产生一寡变化，咱所知的吼，啊，这寡变化，那隶属着整个欧洲的亲中派，敢有小可会变化？除了你头仔所讲的，咱讲除了经济以外，伊嘛是会笑面皮啊，嘛是会注重讲这精神价值啊，吼，啊，因这亲中派是毋是有有小可震动啊？这个政治的这个大小，敢是开始会产生了变化，在这几年。安尼讲啦，咱爱讲常爱讲什么亲中派吼，啊什么亲反中啦吼，亲美啦吼。你也知影，伊是法国人，伊毋是台湾人，吼。啊，咱台湾吼亲中甲反中，因为咱中国甲咱威胁嘛，中国要甲咱消灭嘛，所以你亲中反中有迄个意义。对法国迄较无这个意义嘛，伊亲中嘛当亲台湾啊，对法国利益好，就是伊就是要含伊好嘛，吼。所以我即摆讲，咱有寡咱遮个观念，袂使规个套去法国遐。即摆我会当甲主持人报告观众
朋友报告，即马即个亲中派嘛，做亲台，拢做爱台湾的啊。伊就感觉台湾讲，因为迄亲中，恁所谓亲中就讲，伊本来就较爱即个中华迄个文化，迄个语言，迄个嘛，啊讲，咱台湾这嘛是咱这讲共款语言哦，爱当表现遮好，啊，所以嘛做爱台湾的，啊，伊无一定会陷入就讲，我若亲中，我就反台湾嘛，所以你个概念吼，咱来讲做法国人、做台湾人、做中华拢无共款的概念，所以我即摆我感觉直接做成功的就是讲像即届亲中的你讲咱台湾亲中，都无人敢讲话，中国踮遐甲咱威胁啊无一人讲出来啊，拢总咧全马克龙迄话讲了，全法国社会拢咧支持台湾啊，所以讲这无含伊含中国安尼好，有啥物太直接的冲突嘛一方面感觉阮法国利益就和中国做伙对但是我嘛要照顾台湾的生存，你讲这就另外一个可能性嘛，所以我是感觉伫遮我是较爱去看讲咱未来做伙要怎行，这上重要。咱嘛是爱真莫伤天真讲中国迄个拢无问题恁嘛爱真注意，伊就是要甲咱侵略个话咱看咱安怎做伙往前走，咱怎吓阻中国毋是干军事尔，还有民意吓阻还有国际关系吓阻，所以讲你袂使袂来咱搁做伙咱莫去想尽量爱避免战争，因为这实在是即摆只看乌克兰伊嘛做担心台湾，无人要烧台。所以咱真正好啊，就是讲好啊，含国际即马国际社会是对咱台湾太好，就过去咱几年政策是对的，甲这好啊把握条互规个国际社会面含咱徛做伙，目前就行一条路我感觉这是上重要、上大的好处，嘛是和平，嘛是咱的未来。是，但是互咱一个启示啊，就是讲人亲中，伊嘛会当来亲台啊。咱过去咧汉贼不两立这种代志已经无啊。汉贼不两立嘛，伊法国人哪有咩汉贼不两立？中国和台湾拢我的朋友嘛。是，这真好的启示大赛你小等者，那我来请教着咱平来张老师，他做大赛安尼讲，在整个外交的战场当中，当然咱就知影讲，咱人的朋友就咱嘛爱来交朋友，这是交朋友的这个方向。但是在整个欧洲，咱要行这个战略，透过他大赛所讲的，唔单是经济实力，就爱透过价值相关，你甲我价值观同款，我甲你交朋友之外，咱甲欧洲的交往，咱必须要注重啥物？尤其恁咧做欧洲的研究的时阵，欧洲人到底头壳咧想啥物？像咱最近真侪东欧的人，会走来咱遮，要甲咱交朋友。那是经济原因吗？还是其他的原因？我的观察是大部分是拢因为咱是民主国家啦，民主这两字啦所以说咱这个民主牌一定爱顾好掉，因为咱行民主、法治、自由所以甲欧洲人的价值是同款的，所以欧洲人足侪人来咱遮佚佗啊，足喜欢咱台湾的。欧洲国家的议会议员来咱台湾上济所以等于对咱台湾的形象伫欧洲是宣传了真济真正面。不过，即幕我正要讲互一个观众了解一个欧洲的普遍的现象，就是讲欧洲国家伫COVID-19甲进前的难民危机所累积落来的大问题，经济大问题，因即马要经拍拼来解决伊经济问题。这点是讲咱即摆在讲，到底是经济重要，还是道德民主较重要？这是欧洲两派伫争论的一个所在啦。有的人就是讲足重视讲民主，不要紧，不都下起来，爱支持民主发展不过即摆我伫看趋势真侪国家，特别是主流国家，德国、法国，拢行经济路线因即摆足体会一点讲，德国、法国伊经济也无计划好，伊煞日就免算啊！伊企业失业人口愈来愈侪社会问题愈来愈侪的时阵，伊要安怎？所以中国市场因只要顾掉，较受到因的重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马克龙甲德国总理肖兹拢去北京去拜访嘛。拜访拢带一群企业家去签约，摕足侪订单转。那这就是讲
互咱观众知讲，即摆主流的欧洲国家的主流思想哦，伫遐乌克兰战争即个背景之下，拢足反对中共的军事扩张啊，军事扩张。 军机绕台，这个是他们非常感冒的一个地方。反对是反对，反对是反对。做生意，生意嘛是爱做，钱嘛爱赚，经济爱先甲救起来。第二，我回到这个连教授的一番话啦，就是讲，像马克龙所伫北京所讲的话，讲这个法国甲台湾这远着，战争的时阵因鞭长莫及，无法度来跟斗相共。 这句话是伫遐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啦，吼。不过我要为一个角度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马克龙是讲出欧洲军事的能力缺点的一个总统。伫遐欧洲参加的世界20-30个军事行动内底，比如伫遐马里啦，伫遐非洲的哈，非洲遐行动。 法国拢是领导者，拢出兵力上济哦。啊，伫欧盟内底，伊的一寡军事行动、外交行动啊，拢是法国做领头羊啊。所以马克龙说，今天不来台湾，不介入台海危机，这点咱要去重视。怪怪，伊就领头带头的人就讲卖来啊，追随伊的人的欧盟国家，伊哪有可能来插手哦？ 啊，德国的态度是足值得咱你观察的哦。德国伫遐去年11月初4，伊的总理去北京访问哦。访问的时阵，伊就受到足大批评啊。伊当初就讲，伊第三去抬轿啊，去进贡哦。啊，不过伊嘛是去啊。他那时候伊的一个背景就是讲，西方国家是希望讲欧洲啊、美国会使甲中国经济脱钩。不过这总理讲啊足清楚讲，德国需要中国经济哦，德国需要中国4个物件。我要讲就是第一个是汽车，哦，汽车市场。汽车。第二是制药，90%的制药是为中国大陆。是。第三是晶片啊，成熟制成的晶片。第四是原物料，特别是稀土。 哦，发电电动车会镍的，爱这物件，这物件，所以有70%的德国企业家讲，德国政府一定爱甲中国去维持好的经济关系，无安尼因会乌有去哦。所以伫遐这个环境内底，对咱台湾吼是较不利啦。这个德国甲法国这个带头的国家，拢。 对中国这个政策，较着眼于经济考量，是啊，对咱台湾的照顾，一直讲民主也不是无啥实际上的帮助嘛，啊，所以即摆后摆有啥物甲军事的冲突，啊，马克龙是点出一个问题，讲欧盟国家无迄个能力，啊，欧盟国家即摆无家己的部队，啊，欧盟国家咱即来看冲突，冲突的光谱里面。 从最低阶的战后重建到最高阶的核能大战啊，10个等级里面，欧盟国家所参加的军事行动，拢是伫遐1、2级的战后重建啊。第3级以上伊就无。对，所以真正的战斗的行为啊，他没有那个能力。所以马克龙，我说他是一个诚实的领导人，欧洲是无迄个能力来介入这台海危机的。是，这咱要请教的议长哈，他都延续他张老师所讲的。 战略上，其实我所在法国的军舰、海军在南太平洋，还佫有若干的这个基地，吼，伊嘛是会来巡，他都大细也有讲。但是事实上，他都张老师也讲，伊若真正要起卡动武，伊的能力的，算做钱下来个才就领啊。咱免来仰望这，但是咱会当来所讲的，伊要仰望中国的4项物件，伊要成熟的晶片。 伊嘛会来甲咱台湾讲，你台积电，你有想要来甲德国来做这个成熟晶片？顶礼拜台积电有发布讲，会刷落来行动就是要德国来做这项代志，成熟的晶片。我要问的就是讲，在经济上，咱有
会当供应到德国也好，供应到欧洲乃至到法国有这种物件，除了晶片以外，也是用其他的用途，咱会当来取代或者是来竞争，甲中国来做一些竞争吗？除了咱无遮大的市场。我想吼，对法国来讲吼，伊伫个南太平洋也有伊的领土，所以伊的军舰在遮出现，这应该也是算正常啦。正常。啊，伊的军舰要行到偌远，完全就是看这个情势的情形来决定啦。吼，这第一。好，那第二呢，就是讲伊的这个卡多迄个张老师哈，霍昌雄来讲啊吼，就是讲伊伫个这个伊点出来，我卡多嘛讲伊的管道，伊会讲出这个话，我相信伊也真了解国际政治、地缘的政治，伊会讲出来，毋那甲迄个讲互迄个听尔，我相信吼，互遮个观战的欧洲、欧盟遮个观战的官员去思考，卡多迄个张老师就已经讲出来吼，就是讲迄个欧盟、欧洲国家伊的限制，尤其是军事上伊的限制是啥物所在？是毋是爱趁这个机会来思考欧盟甚至伫咧军事的这个方面需要更加加强？好，我想这除了大家看到足侪人来可能甲批评，我也要讲欧洲联盟内底欧洲议会，伊伫咧以前你对观察伊就是一个道德性较悬的一个组织啊，但是我必须爱讲，伊就是一个国际组织，伊毋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主权国家，法国、德国这种的才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伊就要替伊所负责的这个选出来的老百姓来负责，毋但伊的安全，啊，甲伊的经济。所以经济甲安全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上重要的两个部分，互相在遐讲一个平衡啦，吼，啊，就对一个无共款的局势的时阵，重点就无共款。啊，即届因为较多 COVID-19， 佮加上啊，袂煞，佮加一个即个乌克兰甲即个俄罗斯的战争，对欧洲来讲，欧洲已经对美国就是讲啊，能源已经断掉啊，所以对伊来讲，伊要发展伊的经济工业已经是真困难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伊的领导者一定要对伊的国家的利益爱找着一个出路。所以，刚才张老师也讲啊，伊的出路，这可能。中国无一定是唯一的，但是即马看会到是一条路，会使马上解决伊即马目前国内的即个情形。所以咱得爱去注意看，因为咱虽然无需要交中国来做竞争，但是国际基本上都是别个国家其实都是咧看因家己的国家的利益是伫倒位，伊就向迄个所在去。好，所以这看到德国甲法国拢是对北京去行，咱也无需要应该互咱的启示就是讲，一个国家对伊家己的国家利益爱真清楚。一个国家为伊的国家利益是无需要受到别人的批评，你也无法度去批评伊的，你也无资格批评伊。咱是要了解讲，啊，咱伫咧即个局势当中，会使要行倒一条路，对，行倒一条啊，会使安怎去避免着因，吼，迄个情形啊，甚至较早主持人讲的，即个咱是毋是会使对因即个国家会使有贡献？这确实。利益确实互大家人会使夹较严的一个上重要的部分啦。啊，所以咱即摆上个即个护国的辛酸大责任，当然已经伫咧德国德勒斯登嘛，哈。啊，咱伫咧迄个美国的这个亚利桑那、日本的熊本啊，欧洲就是伫咧对吧？伫咧德勒斯登嘛，这三个所在应该袂伫咧法国。目前应该第时间也个无出来啦，一个无对吧？因为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即个工厂嘛，吼，我想这就是咱对上无在自由世界的上大的一个贡献啦，吼，所以那对欧洲来讲，我想当然是设伫德国嘛，但是欧盟既然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些实体嘛，哈，所以应该也是共同来分享啦，哈，所以我想这应该不是真大的这个问题啦。是，就要来请教着大赛哈，大赛，咱想要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哈，你派进到遐吼4、5天去啊吼，你要去进前，你认知还是看到欧洲，啊，迄阵时的情势吼，咱也知，迄阵时的情势不如即马啊，整个世界对着中国，乃至到美国对着中国的为主吼。你这5天之内，
产生了什么变化？那经过欧洲对咱的这个看法，啊，进前因是安怎看？未来咱国内的人，吼，我相信大赛当面一定真拍拼吼。咱国内的人会当做啥物？咱思想上的准备要准备啥物？咱来做啥物代志？会当互观众朋友来分享。我想吼，这5年来吼，世界变化实在太大了吼。就是佮讲一解，因为咱台湾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哦，咱台湾人民佮真拍拼，咱其实国家嘛有即摆升一个产品啦吼，咱产品的名即摆佮真正确，就是讲袂互你去含中国去安尼混淆哦。啊，你一个好的产品，你名嘛正确，安尼去推销出去吼，这5年来真系有真大的变化。加上对我头仔讲的，伊在讲就是讲咱COVID-19 管理甲做好的，吼，啊，结果吼，咱个人证明讲咱的民主吼，真正吼，你管理 COVID-19 是咱台湾是真少数无去封城封国的哦，吼，欧洲吼世界那种封城封国，结果吼，安尼咱的台积电吼，突然嘛安尼开花结果。所以使得吼，咱即马就是讲吼，我头讲这台湾这产品这些真大的时代，大家拢对台湾有兴趣。啊，讲咱台湾人民会当做啥吼？我是感觉就是讲吼，咱台湾人民当然咱的民主爱顾条，吼啊，你即马含中国关系，你嘛要讲啊真清楚，吼，咱含中国就是无共款的国家，啊无以前讲共款啊，叫混淆。我希望讲吼，有两个神话啦。即马咱过去50年有两个神话吼，第一个神话就是咱中华民国吼代表全中国吼，咱台湾啊，结果吼一路都拢输落来嘛，你看，结果就是咱联合国拢无去啊嘛，吼，这就是讲台湾代表中国，这个是第一个神话，咱付出足大的代价。第二个神话即马就是中国伊代表台湾，啊就无人在信嘛，啊所以你讲这神话，所以中国的形象嘛一直乱。佮逐工甲咱威胁吼，安尼派飞机安尼飞来飞去啦吼，啊军事演习啦吼，啊有台人嘛拢，其实即个毋是甲咱台湾痛苦尔，全世界拢痛苦呢，吼伫咧做演习，所以即两个神话吼，即个神话就是爱去，即马就是讲即个时代的人愈看愈清楚，吼即马有人安尼拢甲摕出来人，啊就一直咧讨论，啊就发觉讲，啥过去台湾无人咱台湾吼无去人承认，就去讨论嘛。我讲啊，就迄阵就讲啥物？你代表中国，啊，即摆去中国要代表台湾，啊，明明两个国家无共款，吼，人民虽然讲共款的话，但制度都无共款，吼，所以即摆就是讲这吼，这条路线爱一直行落，吼，台湾其实就亲像一个囡仔吼，啊，行伫路中啦，吼，啊，有一个罗马一直甲你拍，你会想爱人类的社会安怎看？一定讲吼，因哪有人安尼？你这罗马一直拍，囡仔就表现袂歹啊，啊做代志嘛乖乖啊，啊嘛想要有讲的，你一个人拍啥？但是你若问这个囡仔讲，啊你要阮替你讲我替你讲我话无？伊讲啊咩，爱着阮老爸，我去用拍正常，爱就无办法。但是咱若对抗哦，吼，咱若叫对抗讲无，我就是吼，我有我的原则，我是含世界徛做伙，我有我的民主，我有想要贡献。哦，啊，咱做伙世界，咱拢同款，你嘛甲我斗相共一个，世界就甲你帮忙。我即摆感觉就是讲世界民意就向恁徛做伙，但咱家己爱坚持有条哦。你莫甲我讲哦，甲我拍正常的，啊，本来我是恁兜的人，安尼就无办法啦。哦，啊，你讲按照恁兜的代志啊，我就分段插恁兜的代志啊。我想要为着你安尼吼，为着恁兜的代志去安尼去得罪这个罗马。哦，所以我即摆讲这是真重要一个路线。我感觉这哪一当行的吼？我会当感觉，我做过，我入去外交部6年，即摆处长做2年外，吼啊大赛做要6年吼，我感觉世界真正改变足紧，咱来把握掉这个吼，把握住这个大时代。是大赛，上下尾一个问题吼，你甲咱举一下例实际的吼，你去到法国了后，有某一个人本地无啥爱插你，哦啊，但是咧经过这几冬了吼。不管你是啊做思想工作也好啦，还是讲甲伊交朋友也好，变做甲你会当沟通，会当甲你理念吼，无一定讲爱甲你共款，但是会开始会听你的话，会甲你交朋友，敢有这种例？哦，这种例就太济咧啦，这吼，这种例就是讲吼，你这普遍嘛免讲啥物人啦，你无需要安尼讲，就是讲，我想讲，我当来迄阵吼，我讲我是台湾来的大赛，人看着我惊哦，含你讲话到时去互中国骂，
即马无共款啦，即马你安尼足侪人，阮即马含咧各国的大使馆其实拢有诶，比前加足好诶啥物诶沟通，法国政府嘛共款。你若讲真明显的媒体嘛，我当来阵也无人要插我。旧年安尼一下咱死皮老死了，哇！毋知我去过20几届，10天就去20几届。其实我伫台湾我也福昌啦，连鸿仪啊，人家嘛足熟的，以前嘛常安尼上节目，我也毋是一个拢无咧讲话，但毋捌像法国安尼讲10天入去20几届，为透早甲暗时，我伫台湾毋捌遐出名过，佫个平静落啊，叫今年佫开始佫一波啊，即马中国佫甲咱威胁早时咱7点就睡啊，佫过中昼，暗时11点佫讲话，这媒体嘛对你有兴趣啊嘛，这就是这真大的改变，以前迄媒体也袂找你咧，哪有咧含咧讲这你敢若找中国，所以这就我头讲规个社会咧看，咱咧看着这项代志，这项是上重要的，就是讲即马大家会讨论台湾，愈讨论迄真理就会出来嘛，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啥台湾去互忽略遐久。就是讲嘛，我就想讲，你这产品才真正确，即马就安尼咧行，所以我头先讲就讲，即马这个大时代，咱来看足清楚的，咱若要行去，咱要甲国家正常化，迄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就係你这条路线一定要行落嘛。你若要行回头路讲无咱含咧中国安尼割田创袂清楚，迄就无办法，迄就是恁兜的代志啊。是，感谢大使，你做你无用感谢。感谢。是，再来请教张老师是。咱回头转来讲，法国这个国家，伊自来就是真自主性的一个外交路线、军事路线，甲德国溜啊小可无共款但是伊在欧洲也无一定的这个声量上后尾要请2位来甲咱讲，咱对着法国乃至到讲罗沙亚这种代志。咱也知影讲这可能一时的风波咱也知影讲，但是咱甲法国是要安怎甲伊发生生理上的关系也好，还是讲像头仔大使讲，咱来不断甲伊交朋友，咁样就处理伊吗？但是伊对着整个欧盟，敢有这个影响的力量，还是讲咱对着整个欧洲，咱应该其他的途径来做辅助？当然，咱甲人交朋友会久长的朋友关系，绝对是讲你有对方好，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无可能讲法国互咱咱无互伊，这是袂久长的。所以咱得去想清楚，头大使嘛讲嘛咱的经济咱的文化，咱优点，咱即马伫遐法国是伫遐欧盟国家内底是足重要的国家伊拢带头的甲德国即是而且法国的重要性愈来愈重要。因为咱是投射到中国的对欧洲政策啦，咱在考虑讲，中国伫遐以前甲德国看作上重要国家，推动对欧洲的政策拢由德国开始。即马伊才发现讲，国内伊的德国联合政府内底有3个党，2党是2党是反中的，一党两党是反中，一党是亲中，所以出歹巧的。所以即马感觉讲，即个德国的无啥运动，所以中国大陆推法国，所以即个特别是利益嘛讲伊原因是一只，所以对咱台湾的考验是愈来愈大。是，这边请教的林议长。我想即个法国就基本上就是看即个以我较早嘛讲就是以马克宏伊的即个。历练啦，伊对即个国际的看法即马欧盟就是2个上重要的国家嘛，德国甲法国。德国一般来对以前就是扮演一个经济的头嘛，法国理论上就是一个军事安全的头嘛，所以你对军事即个部分的发言咱应该爱更加的重视啦，爱重视。这第一，第二较早讲欧盟迄部分欧洲议会那正是要看法国正是即个国内的民意，应该是要看法国的国会内底的情形是安怎，伊对伊
这个法国的这个政策，还是伊对这个他做老师有讲德国是两派是反中啊，但是法国呢？法国伊的执政党是较强的，就较强的，就是讲交总统共立场的人较强，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马克宏伊讲的话更加温馨啊讲安尼，更加爱更较注重，吼，伊讲的话，啊，伊讲的话有可能是对法国内底，伊嘛，我讲伊的迄个。伊的这个政治人物的看法，伊对欧洲的欧盟，伊有伊的一定的影响力，对，伊有影响力，所以对这个军事的这个部分吼，基本上伊也是讲互其他的欧盟的领导者听，吼，这欧盟的领导者，你是毋是来思考咱欧洲欧盟的团结一体，是毋是要交美国共款的立场？这都是爱思考的。